原本中庭只是现地的空间，不过为了结合台南护专化妆品应用科甲舞蹈性社团有合适电影的舞台，伫各部的补助改造，现在270度拢当看到表演的设计，上午正式真彩启用，场面热烈。那黄校长真的很用心啊，在校地的局限之下，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每一个空间，然后给师生最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真的很棒。那教育部当然一定会支持学校，只要学生的学习有需要，我想这样的一个经费，我们一定会持续的来协助学校。在这个地方，即便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个教育部支持之下呢，也可以在最小的空间里面达到最好的应用。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真的是一个很开阔的空间，它可以有无限的那个可以使用，那也全面的提升我们在学校的教学空间上面。全新设计完工启用的第一天嘛，拄好是介校化妆品应用科的毕业成果展，学生伫舞台顶发挥家己所学的，充分展现5专、2专妆品科的实力。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